點解佢哋都選擇深圳頤康醫院做人流？頤康婦產醫院嘅人流技術真係可以做到全面保宮，可以長遠保育，對女性真係好重要。深圳頤康婦產醫院有套好成熟嘅人流診療體系，佢哋嘅資深專科醫師會根據術前檢查結果，為病人度身訂製一個專屬精準嘅治療方案，仲會提供免費嘅 PAC 人流術後關愛服務啊！保宮型無痛人流手術都係由30年以上經驗嘅主任級醫師親自操刀做，用內窺鏡實時直視同埋定點吸取，可以100%避免流產唔完全嘅問題，仲用漸進式微創宮頸，完全唔膨宮嘅方法，唔會傷害到宮腔。術中仲會用微鏡頭360度觀察成個宮腔嘅情況，做人流嘅同時仲可以順便做埋宮腔檢查。術後仲有健康管家立即開展長期多次嘅 PAC 隨訪同埋生殖系統複查服務，確保手術效果對身體嘅傷害減少到最低。專家、技術、設備、服務都經過層層把關，真係做到真正為女性全面保宮、長遠保育啊！頤康婦產醫院嘅服務真係好周到，令到病人就醫都好輕鬆，唔急躁。如果你選擇深圳頤康婦產醫院做人流，由一門都離開，全程只需4個鐘。喺首診負責制嘅制度下呢，主診醫師會全程跟進患者嘅術前、術中、術後管理。診前有專屬嘅客服24小時在線答疑，仲有滴滴專車接送到醫院。診中會有專人陪同，唔會落單。1醫1患1診室嘅設置，又可以好好咁保護到病人嘅隱私。術後有單人觀察室同埋專人看護，仲有專屬定製嘅月子餐及時補身，再結合埋中西醫理療，促進身體恢復。仲有人流一站式服務，仲包括後續嘅子宮復舊、彩超復查、兩癌篩查、生殖抗衰等10幾個附送項目，你需要嘅喺頤康都有，真係方便到不得了啊！頤康婦產醫院有資質，優勢多，更放心。深圳頤康婦產醫院係一間擁有執業資質同醫保資質嘅現代化專科醫院，並且加入咗由深圳市婦幼保健院帶頭成立嘅深圳市流產後關愛 PAC 專科聯盟，喺女性生殖健康保護上面更加專業，更值得你信賴。喺頤康，你會得到最專業、最細緻嘅醫療服務，從術前嘅諮詢到術後嘅關懷，每一個環節都會讓你感到安心同埋滿意。深圳頤康專業婦產20年，更明白你嘅需求，將人流揀頤康最放心。